对，我现在要借一个循环杯。那怎么借？就是我们先加入好和记的 LINE， 然后我们就是在选用我要借杯的时候，然后之后呢选择你要大气杯或小气杯，那选择了之后扫描。好，它就会掉一个杯子出来。那这个杯子是什么？哼，那叫什么？这是什么？循环杯。给我看一下好吗？好。这边。那这什么材质啊？它是 PP 材质，它可以耐热那个120度 C， 然后可以装冷饮，也可以装热饮。环保局跟麦当劳还有好和气公司，协助推动的这个循环杯的租跟借还的一个站点。那目的呢是希望呢民众呢减少使用这些塑胶杯、饮料杯，透过循环杯的再利用呢，可以让我们的垃圾呢能够再一次的减量。那同时呢，也落实我们的环境呢可以更美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饮食外带外送往往产生许多垃圾。台南市去年开始试办环保外送计划，与外送平台合作，在中西区、东区、北区共有22个店家响应加入，并且设置7处自助借还站，方便民众买饮料前先借用容器，使用后自助归还。今年起，台南市环保外送试办计划更推广到连锁数十店，未来将有更多地点设置自助借还站，市民可以多加利用。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因为疫情的关系，以台南市来讲，我们这几个月的这个一次性的餐具大概比过去平常时期还要增加39万多公斤的这些一次性的餐具，那也不但增加了焚化炉的这个负担，也增加了对环境的负担。在防疫的条件下，在安全的条件下使用，在完全清消的条件下，能够使用这个循环餐具，我们非常乐观其成，而且非常鼓励。那所以不管是使用店家提供的安全的循环餐具，或者是自己携带餐具，或者杯具，比如说你去买手摇饮，你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杯具，这样的话更安全。那很期待大家一起来响应，能够对环境友善，减少这种一次性的包材跟餐具的使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10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了拼经济，台南10月初伫上60市地中华工程动土，除了是未来安南区发展的商业中心，嘛是带动台南繁荣的契机。所以议员王金蝶伫总日顺都要关心工程进度，嘛要求伫遮设立国际商店中心。位伫北岸路边上60市地中华是安南区上大，嘛是唯一的商业中心，已经定位做安南副都心。日前工程正式动土以后，互外界相当期待。议员王金蝶伫总日顺的强烈建议，除了高铁站区的会展中心以外，伫遮嘛当招商设立国际商店中心来拼经济，带动台南繁荣。大家对这个未来的期待带动安南区发展，整个包括北区的发展，大家就一个指标啦内面的设施各方面拢真好啦尤其有一块上大的安南区唯一会使讲一块特色公园这嘛经过足侪专家啦大家建议市府这边嘛真用心来甲开发。我想未来来开发这个360安南副都心伊的发展会使讲是可以看见未来了。它是我们安南区应该是唯一也是最大的一个商业中心。那所以在当初的都市计划
定位就把它定位为安南副都心。那因为安南区有庞大的住宅区，有居住很多的人口，所以它也需要一个商业区。那议员提点的这个方向是非常的好啊，就是说，我们台南目前的话，就是在高铁特区有一个会展中心，那是不是在安南区也设置一个商展中心？好，那或者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商业用地，我们将来在这个重划接近完成的时候，我们来启动相关的一个公开的招商的活动。那另外这个会展中心呢，如果是要跟公家合作，可能我们就来跟这个经济部国贸局也做一些接洽。那如果是私人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跟全国知名的大型的一些商场来做一些接洽。面对2023年就是台港建增200年，会中议员王金德嘛希望以2档的时间，用营造台港社区博物馆、大庙形鹅以及台港旅游环境艺术等元素作为出发，比较南营国际艺术节，以文化建设来举办台港建增200年庆。对此，黄市长乐观其成，渴望规划成台南建成400档的事务。今年是2021年是这个香科年嘛，3年后2024年嘛是香科年。我一直想讲，那照王议员你的建议较好吼，咱会当看做一个一定程度的结合，完了做这个台港建增200年，完了做咱台南建成400年一个序幕啊，结合起来。那小可用这个方面来授课啦。议员一直以来期待结合在地甲公部门合作，用公民参与的力量来治理台港流域。但系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减轻大楼住户伫本社迁运甲消防、公安检查费用负担，议员李启伟伫总集村分别为住户来请病。议员强调，有真侪20-30栋的大楼当中，住户拢是劳工的阶层，只要大楼清洁维护费用增加，对拢是真大负担，要求市府协助。议员李启伟表示，政府本社地爱改成白色透明，就是避免家庭本社藏有事件废弃物。不过，主体大楼的本社却拢被票当作事件废弃物，需要委托民间清运公司处理。根据估算，本社若对水费征收，每个月2万块左右。不过，委托清运公司对3万到8万不等，互大楼住户增加真侪负担。所以议员认为，本社定时定点收运是未来趋势，要求环保局增加升降机的本社车协助大楼清运。子母车升降车辆真的实在是太少了这文啊的大家文啊爱安呢为因为没有办法负担这个环保公司这个庞大的一个费用个假这种变成这个干嘛色的这个汤个爱安呢迄个。变本社那个执行做麻烦的因为这个大楼是集合式的一个住宅像这个是一个这个简易的一个估算比的价格，你看这个就差很多啦原本安呢因为我们缴税嘛是天经地义那迄个环保局给咱收本社这咱应该嘛。不能让这个大楼的住户啦，这个额外造成这么多的一个负担。现在大楼越来越多，很主席集合式的住宅这样的大楼，在台南市大概有3000个。那目前呢，有一些个案，比如说跟环保局这边讲说，看能不能环保局协助收运，所以变成是在定时定额垃圾不落地的机制之下，例外的会去收运这些大楼这种状况。可是如果说要全部3000个大楼，都用议员建议的这样的方式的话，当然这个方式它有它的可行性，但是呢，以现在环保局的量能来讲，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得到。至于说刚刚讲到说用那个水费征收跟他委托外面的业者，其实委托外面业者他是论重量多少吨。如果大楼呢愿意把它垃圾的分类的更清楚，事实上它有可能比水费还要便宜。另外，议员进一步关心主体大楼，认为并不是营业场所，政府每一档爱用申报公安检查，而且费用是逐档增加。对一寡20-30栋的老旧大楼，住户经济状况较歹，造成加大负担。所以，伫总集村嘛要求消防局出面协助，来保障弱势族群的公安消防安全。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
如果龙路破损被形容成电影明日过后的场景，会是什么款的状况？议员林志聪伫总日巡在新化大坑龙路严重破损，路局第一时间回应无经费无度修复，向市长来请命，希望动用第二预备金来支援。议员林志聪以这张龙路严重破损的图片，表示当地大坑里的农民莫讲用行的，要煞用爬来形容根本是电影明日过后的场景。不过因为路局日前会勘，以无经费为理由，今年无法度修复，毛议员表达无奈。对此，路局长伫总日巡才讲会找经费优先来做，市长嘛回应无排除用救命的第二预备金来修复。咱承办的有啊，真认真真骨力，但是伊甲我讲一句话，讲咱的有损拢开了啊呢，爱等到明年甲咱做。这你也想我啦，我要安回答？你叫伫遐，百姓伫遐，我要安回答？那我换一个角度，你是我，你是本事，你安怎回答？迄袂当安尼甲议员回应，因为像这路用摆到这连款的程度吼，影响到大家出入，当然来优先来处理。准无钱，咱嘛爱想办法来看变啊，会当优先来处理嘿啊。建议一个啦吼，咱的因为咱有一寡吼，市长你有第二预备金啦。哦，伫这第二预备金内底吼，像这遮严重的道路，我毋是讲做这条。咱有灾害准备金，足严重，有当时可能青光落雨了。这算灾害嘛吼。系啊，报无着也是安怎无注意着，对不对吼？咱的预备金，我感觉啊，咱也用是像这个道路，咱也维护修复好。袂讲啊，明年到等1、2月啊爱做，发包了后都做好啊，可能3、4月啊。农民就这5、6个月规半当啊，要出去都无法度，也用水果要再出来卖，嘛根本无法度啦。我讲像这吼，咱应急的爱需处理。根据了解，淡市一档变1亿外的农路维修费用，对着山区议员因评估起来，一档至少得爱5、6亿，所以现况的预算幅度实在无够，要求扩大。对此，路局甲主计处拢回应。市长黄伟铁就连这3档来，农路维修的费用已经增加4亿，而且逐档增加。同时，一旦有紧急的灾害，一定会优先找经费来改善。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上会26号暗时举办29届理监事交接，由新任理事长宋俊明接任，市长黄伟铁嘛特别出席颁发当选证书。理事长宋俊明表示，一向坚持出击社会、迎接社会，接下理事长一职责任重大，将配合政府共同拼经济。台南市上夜会第29届理监事交接，26号暗时伫台南精英酒店盛大展开，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精英纷纷前来祝贺，嘛有市府各大局处的首长到场参加，另外嘛有宗教界、教育界、法律界、医疗界以及台南市9亿外勤记者协会理事长罗启俊、台南市电子媒体协会理事长姚文华等人，拢来担任第29届台南市上夜会顾问，场面是热烈盛大。干杯！再一次的恭贺我们的宋俊明理事长以及29届所有的理监事们荣誉上任。会当接下台南市上夜会理事长一职的人，拢非常无简单。除了爱事业成功、人品操守受人尊重以外，嘛有联合得到上夜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可，才有法度接任。新任理事长宋俊明表示，伊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来提振台南市的经济。虽然疫情呢无情，但是我们曾经有爱，希望说能够带领我们整个商业会，把我们台南市的经济呢不会受这个疫情的影响，能够呢。那个另一番的作为，来帮助这些疫情受伤害的这些企业，那也期望我们这个团队呢，在未来这3年里面呢，能为我们台南市呢的发展、经济发展呢，协助我们台南市政府一起形成一个铁三角，来帮助所有的商业界的所有的企业能够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市长黄伟铁嘛特别前来祝贺，同时也来担任着市商会首席顾问。29届面临着继往开来的时候，那现在的疫情我们台南市做得很好，那现在的
确诊数也是6都最低，连续加零数也是6都最低。但是呢，这是防疫的部分，在未来能够让台南更加起飞、更加振兴、更加发展。我想，宋俊明理事长以及各位理监事任重道远，市政府也将全力的配合宋理事长以及各位理监事，能够为台南拼经济。政府甲民间目标一致，做伙拼经济，要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台南商家，赶紧恢复过去的盈景。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现在大学为了让学生食得安心健康，连餐厅的白米拢真讲究。其中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就特别采用种植落水溪西落米，而且是得到农粮署台湾米的标章认证。为推广台湾好米，农粮署自103年起推动台湾米标章认证，鼓励餐饮相关业者100%选用国家标准，而且制作日期半冬之内的米。就当申请台湾米标章。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为了确保师生食品安全以及用餐的品质，率先响应台湾米标章政策，也成为全国第一间取得标章的校园。中华医大这边其实是全国第一家在校园里面取得台湾米标章的这样子的一个餐厅的一个验证审核通过。那我们也非常开心也希望可以从校园来当做一个出发点。从校园里面让我们的学生，那就可以有米食的这个相关的正确的观念，包括营养的成分等等，那包括怎么去认识我们的国产米怎么去了解我们的品质规格等等。从学校出发，那学校出发有个好处，它扎根了它的所有的相关的知识，那会回到家庭里面去，那再从家庭可以扩散到社会去，那这会比我们在后续在针对消费端的层面去做行销、去做推广、去做教育训练，它可能效果会来得更大。健康乐活餐厅获得农粮署的台湾米标章的这一个荣誉那我想中华医事科大是一个医事类的学校，那对于这个食材的安全、健康，甚至是营养的一个卫生的注意都非常的在乎。那我们也会恪遵这个标章所订定的所有规范，在尔后一定也会用这样的一个高标准来做我们餐厅的所有的饮食的一个供应。那也希望各界贵宾或者是这个镜头前面的观众有空多到我们中华医大来参观指导。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也趁着这次取得台湾米标章的机会，展示由学校餐饮系师生所制作出的创意美食料理，搭配着摆盘以及灯光，真正让人想要试食看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虽然今年顶半年因为疫情，旅馆业者受到严重的冲击，不过因应疫情控制，加上5倍更的商机，和观光旅馆业者相关的人力增加，所以市府邀请17间旅馆业者27号举办联合竞赛，场面相当盛大。27号上午，台南市乐工局甲观光局伫咧永华市政中心的2楼广场，邀请到17个饭店旅社业者来设单位联合竞赛。因应着最近的疫情控制相对稳定，搭配着台南伫咧每一个礼拜放假拢有活动吸引着人潮来到府城观光，和饭店旅社业者经济所需要的人工增加。大家知道，台南市是一个观光城市，也是一个旅游非常畅旺的城市。在这波的疫情中间，复苏的算是最快，复苏的力道也最猛。我们现在的旅馆业以及民宿业，这个住宿率平均都有已经6-7成了那假日更高达8-9成以上。这样的荣景
有赖于大家共同来维系。当然，城市的防疫安全很重要，但是旅馆业他们自己本身的自律以及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再加上台南市可以吃吃喝喝、逛逛买买的许多这个景点非常多，所以呢，造就了大家喜欢来台南。但喜欢来台南，有时候要住宿，那所以说我们发展旅馆业，许多从业人员的职缺就这样应运而生。我们欢迎更多有志于这个参旅以及旅馆的这个有志青年也好，或者是好朋友，都可以来投入。现场市长会天嘛亲身来向找工课的民众，佮有每一个单位的业者表达关心，并表示未来市府团队会甲业者共同来努力推动台南的观光，提供经济就业机会。伫现场甚至有一位顶个月拄退休的做胖的师傅，嘛来到现场继续找工课，希望会当透过做工课来保持身体勇健。图也是过一天过一天啦，是讲要找清理员看有安尼加减做少较运动安尼。这摆联合经济所开出的一块非常的多元，拢总有329项，希望民众会当加利用机会踊跃来参加。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庆祝校园流台南直播成立35周年，今年展览以“冉冉”作为主题，对今仔开始到11月1号，将伫台南新天地6楼展出，邀请大家把机会做回来欣赏美丽绘艺作品。27号下晡，日本校园流插花台南直播伫台南新天地6楼文化馆开幕。今年为台南直播成立的35周年。这摆展览以“冉冉”为题，互人有一种慢慢啊进步的意思，嘛借此希望疫情会愈来愈好。这摆展览拢总有86件作品，透过无同的创作者所表现出来个人感情，投射伫咧绘艺作品之中，互大家慢慢啊用心来感受。今天大家可以继续在这边，真欢喜甲大家比较见面。今年发展的主题“冉冉”，我们想要表达的是。35年来，台南支部在众人齐心合力下厚植根基，如今如云气慢慢累积，向太阳缓缓升起。结果今天看到贵宾云集，也呼应了我们的主题。谢谢大家。因为喜欢用自然物来做创作的一群人才会聚在这边。刚刚司仪讲过，支部长也讲过，台湾有3个小园流台北支部，3个支部在各自的领域里头都非常努力的去发展，因为有共同喜好，爱花，所以会付出。我们知道每次办一个活动，所有人付出的精力、时间，那是难以比的。校园流台南直播的部长李宇珍嘛，伫现场为大家表演办花的插花仪式，并将这个作品号名为“台湾平安”。希望市民朋友会当利用时间，伫咧10月27号到11月1号的期间，来到台南新天地6楼欣赏。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